王明银也在襄汾城。是的，有人把消息送到客栈，小二转递的。谁送的？小二说是个姑娘，笑呵呵的，没通姓名就走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想不出来。王明银又是哪个？天下高手排名，这一位常年排在第11。这一般不都是10大高手吗？他不正好排第11吗？那岂不是活得很郁闷？天下这么大，能排到11位的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大概是来杀我的。为什么？王明阳，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他是你们楚国当年的名将。对了，守城第一王明阳。守城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攻襄汾城，王明阳整整守了3年，襄汾才被攻破。这我听说过。城破之后，王明阳战死，西楚不遇，自此衰亡。所以如今王明银要杀你，是为了给他哥报仇。世子，没必要守夜了。我已经和你说了，你母亲和林家的人和王勃一起离开青州，已经安全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还留在襄汾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。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做筹码。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，你没必要留下。你可以去找王勃，他会帮你安顿家人。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姓林了。但毕竟你娘还活着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。我杀过你，我也认过命。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徐家是国贼，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，却是你们负责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，它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，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，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，我不会走。
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让宁峨眉先带你离开吗？我干嘛要走？你听我说，明天芦苇荡祸福难料，让宁峨眉先带你回母山岛，于有为和凤子营都在岛上。你要把我丢在岛上？当然不是，让你先行离开青州，然后再跟我们会合。那要是不顺利呢？不顺利的话，我估计就死了呗。你可以海阔天空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？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好，那也不错。不用要死要活了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死不了。您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你们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。老头，你疯了吧？我说我要杀死他呀！请你个鬼！我这是在放狠话。前辈找我有事儿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，咱俩。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？离开北凉前，许萧求过我一件事。他说，如果事不可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凉。我现在问你，要不要逃？其他人？我只剩一只手，只救得了你一个人。多谢前辈，我不想逃。你想清楚了，命就一条，死了就没了。我这人命硬。还记得那招一剑仙人跪吗？那怎么可能忘？我一直偷偷在试，但始终无法入门。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力量、速度、技巧，还有经验。开始是这样，但人力终有穷尽。当武者成就一品，力量、速度都到了人生极限，就要将天地之力融入武学之中。到那时候，心性反而成了关键。你的执念思想会主导功法。人心改变功法？错，是功法源于人心。一剑仙人跪，什么是仙人？求长生，求不凡，生机永驻。这就是仙人本质。什么是生机？
草木破土，逆天而生，这就是神机。天道有生有败，要做仙人，就只留生机，斩去衰败苦亡。当年我创这招一剑仙人柜时，心气正傲啊！瞧着那群庸碌之辈，口口声声逆天，他们要逆天，要做仙人。我李淳罡偏不屑与这群废材为伍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淳罡在，天下无仙。你小子有了大黄庭啊，基础就够了。再加上你这个骄傲的性子，与我当年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拿捏好这其中的本意，或许便能入门。那这一剑仙人柜是您最强的招式吗？我随手一剑便是最强。对。不过要说最擅长的，那当然是两袖青蛇。在等什么呀？等静安王妃。你送那么个破珠子，写的信也如调戏一般。人家堂堂王妃怎么会来芦苇荡见你啊？就算他想来，静安王也不会答应啊。恰恰相反，他或许不想来，但静安王一定会让他来。世子，我已安排了护卫，把于右卫送出了青州，其他凤子营全数归队。清点一下人马。是。
子营已经和徐凤年会合了。凤子营到了，靖安王的铁骑呢？前辈，再等等吧。世子，少了3个人，在哪儿少？出发时人数还对，应该就是在芦苇荡出的事。我带人找他们。先等等，世子，凤子营不能抛弃从伴。不想害更多的人，就听我吧。来了。居然真来了，这算什么？连个护卫都不带，私会吗？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？你知道？我也想不明白。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，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。侄儿送给婶婶的珠子呢？怎么没带着？多谢世子好意，守住奉还。这怎么还给退回来了？不喜欢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不喜欢就不要了。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是他给你的。不能再等，徐凤年就要走了。铁骑把事到不了了，出手还是暂退？动手。那边人太多了，引开他们。等一下还我，我若战死，替我把他埋在襄樊城外。我们也去了。吴先生，不拔剑吗？竹竿挺好用的。老狐狸。送职千里，就4个字啊。王叔没说什么别的，他只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其他未曾多说。或许他知道你要离开青州，这4个字算是为你送行吧。不对不对，这4个字有2层意思，但都不是送行。2层意思。第一层好解释，
千里向下，是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你归西，信已送到，守住凤环，世子请自便，我先告辞了。婶婶下车聊聊。世子请自重。婶婶觉得自己还走得了吗？婶婶请下车。世子说吧，想要聊什么？是我们的人，随我救人！等等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是北凉子弟，你心神已乱。魏爷，我去追！书修吕钱塘，跟着他。凤子营随行。婶婶一会儿坐这辆马车。世子究竟要做什么？此地危险，当然是保护婶婶。你胆子挺大呀，拽着王妃的手不放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还行。我不是把神符借给你了吗？头发不能乱，他也不是王先知，木剑足够了。天下11啊，那就让我看看，如今天下都是些什么货色。又是你！剑中无六鼎，携素王剑而来，再求一战。天下名剑位列第2的古剑素王，剑呢？会让前辈看到的。
附近，大家多加小心。交战时，我会设法将红甲停滞一刹那，到时咱们全力破甲。你要再用刺杀剑诀，命就没了。这怕是调虎离山吧？世子那儿有李前辈，不用担心。先救人，上！还活着！草木之徒，草木之徒，小心不讲！草木之徒，小心不讲！哪个是木甲？有硫磺味，那是活甲。那是土甲，小心他从地上突袭。这一个都是怪物，还怎么打？再给我点时间。还有多久？再等等，给我点时间。弃奴，拔刀。
前辈就别关心那边了。你觉得自己能挡我多久？尽力而为。请前辈留步。还真是素王剑。应该走到什么时候？多留心一点。说的轻松，这打下去怎么赢？还有最强的金甲未曾出现。撤！世子，事态危急，亲娘想向世子求一件兵器。什么兵器？刹那枪。枪王王树的刹那枪，我哪有这兵器？枪在车上，只求世子准我出手。好。
绣青蛇，你是李淳罡？贱人！苏修，给我时间。出剑，请剑出鞘。我快不行了！他不死，我们不也完蛋？啊！
那个涂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去。不好，世子危险，叔兄，快！小心！一剑仙人跪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存刚在，天下无间。谢谢隐藏的挺好，身手也不错。虽说王明隐已然重伤，但想杀他还是不容易。呵呵姑娘，什么名字？你认识她？酱牛肉铺子的呵呵姑娘啊，就是她。怎么可能？哪来的酱牛肉铺子？哎！能救吗？这丫头为了你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抬上车去，我试着救她。还有凤子营将士，也请前辈束手。我是剑客，不是郎中啊。行了，我尽力了。多谢前辈。世子，小心土甲！果然跑这边来了。魏爷那边战况如何？穆家和霍家全毁了。霍家回去前，自然暴力，雨烟堂过量运用赤霞剑诀。前辈，已经脉寸断。青鸟和凤子营劳请前辈费心，我去那边看看。
世子，有什么遗愿？林家剩下的人，你给留条活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呢？死后要不要葬入林家祖坟？姓都改了，有什么资格入祖坟呢？烧了吧，撒江里吧。死都死了，就别让我再见到这些事儿、这些人了。哎，刚才作战的时候，我是赴死去的。我知道。我毁了自己的家族，到最后连一家人都不接受我。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，每一刻都是煎熬。我知道。我说的话做到了吗？没让你受伤是吧？你言而有信，无愧探花之名。真的？真的。人生的这条路就这么走完了。太难了。去你的世子，去你的世道！魏爷爷在。替他火化尸骨，骨灰装入坛中。明白。这边我来处理，世子，先回马车那边。
亲家，现在才动手。柯姑娘，真是你！没想到是你把王敏敏的消息送到客栈，居然是你救了我，还救了2次。你这手刀怕是比真刀还锋利了。你有软甲护体得以不死，可我后面那2脚，你应该死了才对啊！你还真把王重楼的大黄庭化为己有了？何姑娘，我跟你有仇吗？没仇啊，不过有人要花1000两买你的命。靖安王，那你为何要救我？我亲手杀你，才有1000两；别人杀你，我只有500两。我这命还挺值钱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可以去死吧。你这不是刀法。你的伤还能再出刀吗？要不你试试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看你用了剑9皇的剑法，剑1到剑9，老皇都留给我了。练了挺久了吧？这可是你压箱底的本事。青鸟没事吧？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那就好。可你要死了。哎，小子，小子！哎呀！把兄弟们的尸首认真包好，送回北凉。是。他没事吧？你醒了？
他的命是保住了，我正在给他输送真气。命保住就好。你还是多管管你自己吧。小妮儿，你这会儿杀我，一杀一个准儿。神符不是借给这老头了吗？没法杀。神符还你。反正你也快死了，不差这一刀。真这么严重？大黄庭本来就不是你自己的，好些真气藏于经脉之内，未曾化解。那丫头对你3下重手，让你经脉紊乱，真气逆行，不死也难。唉，谁能想到，灵州城里卖酱牛肉的丫头，居然会是个杀手。在北凉的时候，我还最喜欢吃他家的酱牛肉。还想着酱牛肉？前辈，我还有活路吗？有。我现在出手，废你丹田气海，化去一身大黄庭，你大概能活。但是那样我就废了。本来真气就不是你的，没真气总比死了强吧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骑兵。静安往来。铁骑现在才入场，好一个静安王！奉天敬卫！王爷，许丰年呢？